歡迎翻嚟我哋嘅精油師打 Talk，阿 Wendy 老師。上一集咧，我哋傾咗脂肪細胞氣球效應。嗯，咁今日我哋嚟傾下呢一個全球無數人每一日都喺度經歷，但係絕大部分嘅人都冇意識到嘅代謝殺手。係啊，Cindy 老師，你講呢個殺手呢，其實係咪好多上班一族、好多食家最熟悉嘅午後食飽之後，下晝3點鐘突然感覺個頭腦一片昏沉，注意力嗯無法集中，嗯。稱腦霧 （brain fog）。冇錯，嗱，好多人以為咧下晝瞌眼瞓係因為工作好攰，又或者係冇瞓好啦。但係其實呢一個根本就唔係大腦攰，而係你個血管啱啱經歷咗一場非常之可怕嘅餐後血糖過山車 Google Sprint。法國一位生物學家啊 Jessie 喺佢嗰本全球火爆嘅暢銷書裏邊，血糖女神嘅控糖飲食革命就揭露過，現代飲食太多嘅精製碳水同埋隱形糖。當你食落一碗白飯、一碟意大利粉，或者係飲咗一杯奶茶，血糖會喺半個鐘頭之內，好似火箭一樣直衝雲霄嘅。係嘅，而呢個時候咧，我哋身體裏面嘅胰腺就會被逼大量咁樣釋放胰島素去救火，將個血糖強行咁樣拉落嚟。嗱，呢一拉血糖就好似過山車咁樣，由好高一直掉落去谷底。係啊，就係咁樣嘅急速飆升又急速墜落嘅過山車過程，係會俾你嘅大腦神經咧產生慢性發炎，直接引發腦霧、情緒暴躁，而且係會俾你嘅身體瘋狂發射我仲要食甜品啊呢一種虛假嘅飢餓信號㗎。係啊，嗱，大家咧就唔好睇小呢一個過山車。嗱，久唔久坐一次過山車就係刺激啦。咁但係如果你一日坐三四次，日日坐，年年坐，你嘅血管內皮同埋胰島素受體就會徹底咁樣疲勞。咁全球頂級嘅醫學數據亦都顯示，呢一個係走向胰島素抗阻、代謝綜合症嘅關鍵推手。真係好得人驚啊！嗬，Cindy老師。嗯。咁但係我哋都總唔係話為咗控糖，咁我哋一世都唔食碳水，又一世都唔食白米飯或者麵包㗎。咁人生仲有咩樂趣啊？嗱，完全係唔需要戒斷碳水㗎吓。嗱，呢一本《血糖女神》裏面咧，其實係提出過一個好核心嘅原則，就係叫做平抑血糖曲線，即係話我哋係唔需要完全唔食糖，而係要幫助碳水化合物減速，令到佢進入我哋嘅血液嘅速度變慢。幫助碳水減速，咁要點樣做啊？唔通喺食飯前先飲2大碗醋咩？嗱，飲醋咧，的確係一個方法嚟嘅。其實而家嘅科學界咧係有更加精進、更加優雅嘅植物黑科技。咁呢個咧就係 doTERRA 嘅 MetaPower Assist，我哋呢一個多元平衡膠囊啊。咁呢一款產品最厲害嘅核心成分呢，就係天然嘅桑葉萃取物啦，係 Mulberry Leaf Extract。植物科學家發現，桑葉裏邊含有非常之神奇嘅阿安糖。嗱，呢一個成分係真係非常之聰明嘅。當你咧喺一日中最豐盛、碳水最多嘅大餐之前嘅15到30分鐘食一粒 Assist，咁呢一個桑葉萃取物咧，佢會暫時綁定我哋腸道裡面嘅消化碳水嘅酶。咁就好似喺碳水嘅消化跑道上邊設置咗一個減速器，咁佢係可以緩解單一碳水嘅吸收速度，直接平抑餐後血糖嘅陡潮高峰。係啦，嗱，官方臨床前嘅研究顯示咧，飯前用 Assist 能夠顯著咁樣降低高碳水飲食帶嚟嘅血糖波動。咁血糖平穩咗，下午自然就唔會有腦霧，唔會有暴飲暴食，身體嘅燃脂機器先至能夠正常咁樣運轉。咁我喺呢一度咧都補充一下啦，其實呢一個官方臨床前研究咧，佢哋唔係用嗰啲有糖尿病人嚟去研究嘅，佢呢一個 pilot study 咧，佢係用咗一班正常嘅健康人群喺食呢一個 Meta Assist 之前咧，係幫助
先了解清楚佢哋所有嘅身體狀況啦，即係同佢哋嗯，驗好晒佢哋嗰啲比如心跳啊、血糖啊、血壓啊等等呢一啲 vital sign 啦，全部記錄好，然後咧佢哋先至開始俾佢哋用呢一個 assist 嘅。咁哦，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咁佢哋又會去重新再檢測佢哋呢一系列嘅之前已經記錄咗嘅呢一個狀態，然之係，後咧先至去對比佢哋嘅數據，咁咧就發現用咗喺餐前即係飯前咧15到嗯，30分鐘食一粒 assist 咧，的確係能夠顯著降低高碳水食物帶嚟嘅呢一個血糖波動。咁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如果我哋嘅血糖成日都咁樣坐 roller coaster，一路即係一時高一時低咁樣咧，的確係會好影響我哋嘅血管，咁所以先至會有一系列嘅呢一啲代謝問題嘅。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血糖過山車咧，而家其實係好多人都係每一日喺度經歷緊，包括嗯。你同我嘅。咁所以大家喺認識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咁希望都能夠幫助大家可以解決一啲迷思啊。嗯，好啊，咁搞掂咗餐後血糖過山車，我哋嘅精力同埋平時嘅代謝狀態咧，係即刻可以提升一個檔次嘅。係啊，咁既然咧我哋傾完血糖，咁下一集不如我哋嚟挑戰一下全球討論度好高，但係絕大部分嘅人咧都係食錯咗嘅一個逆齡熱門產品啊，係膠原膠原蛋白。蛋白，冇錯，同埋呢一個叫做 NMN。嗯，冇錯啦，我哋係會結合哈佛大學抗衰老權威 Sinclair 博士嘅《Lifespan》呢本書，同大家傾一傾點解單純食膠原蛋白係往往係一個智商稅，而 MNN 到底係點樣激活我哋體內嘅 MAD Plus 嘅。下一集我哋會硬核拆解 MetaPower Advantage 裏面呢9種海洋膠原蛋白同埋 MNN 嘅複合配方。嗯，係啊，咁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幫助，咁就記得幫我哋一鍵三連 Like, share and and subscribe。subscribe。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拜。拜。